好，正式歡迎大家嚟到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名單公佈活動。好，我哋再次熱烈掌聲，恭喜晒！咁啊，可以聯同埋你嘅作品咧，一齊影一張合照啊！香港理工大學馮奕義同學，有請馮同學，馮欣義同學，恭喜晒馮同學得到我哋嘅冠軍獎項啊！而家踎低我就拖書嘛。我過去幾年咧，都唔記得喺呢個好漫長嘅歷史入邊咧，電影人其實經歷過無數次嘅起跌嘅。咁今時今日咧，好多人都喺度懷念過去，亦都有啲人會感嘆，即係今不如昔。但係其實喺每一個困難嘅時代咧，總會有一班迎難而上嘅電影人，憑住佢哋嘅堅持同埋創意，努力咁尋求突破，找尋新嘅契機。即係老土啲嚟講啊，冬天過後總會有春暖花開嘅一日。電影創意咧，電影創作咧，亦都會隨住唔同嘅年。上一年嘅金像獎咧，對你嚟講咧，相信係一個好 amazing 嘅一年啦。咁啊，亦都有幸見證你咧成功，即係登上呢一個嘅寶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個心路歷程？過咗一年之後，而家回想翻係點樣嘅感覺？回想翻覺得呢一年過得好快咯，好似好夢幻咁樣。係啊，咁當然好開心啦，因為可以得到業界各位嘅一個咁大嘅鼓勵，係，我會繼續努力。嗱，我相信咧每位最佳電影提名：《尋秦記》、《世外》、《再見 UFO》、《風林火山》、張元龍原案、恭喜上提。再次掌聲，多謝晒我哋兩位嘉賓。最佳導演提名：李子俊、周文源《私家偵探》、吳啟中《世外》、陳可辛、韓穗、張元龍原案、梁柏堅《再見 UFO》、舒淇女孩，恭喜以上各位。最佳男主角提名：張繼聰《金曲》、古天樂《私家偵探》、梁家輝《暴風追影》、陳家樂在我這樣的愛情、古天樂《尋秦記》。恭喜上各位！最佳女主角提名：許欣怡《無名指》、馬麗《水餃皇后》、章子怡《醬園弄原案》、陳法拉《屬夢》、廖子妤《像我這樣的愛情》。恭喜以上各位！最佳男配角提名：杜德偉《風林火山》、陳湛文《UFO 離奇命案》、袁富華《水餃皇后》、黃又南《再見 UFO》、林嘉熙《拼命三郎》。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女配角提名：衛詩雅《再見 UFO》、滕麗明《尋秦記》、鮑起靜《風林火山》、惠英紅《水餃皇后》、
鄧濤女孩不平凡。恭喜以上各位。演員提名：鄧濤女孩不平凡，周子越逆轉上半場，李佳芯金童，蘇子欣給愛麗絲，李哲坤暴風追影。恭喜以上各位。最佳編劇提名：再見 UFO 江浩恩、錢小慧，私家偵探周文瑜，世外楊寶文，女孩舒淇，UFO 離奇命案郭嘉希、李振傑、何兆康、蔡嘉恒。恭喜以上各位。最佳美術指導提名：他年他日文念中曾家碧，風林火山麥浚龍、奚仲文、周世雄、Jonas， 尋秦記林偉健，張元龍原案孫立、劉敏雄，世外張小達。恭喜以上各位。最佳攝影提名：風林火山 Siam Shao、Richard Brooke、張元龍原案包軒明，尋秦記謝中道，再見 UFO 梁銘佳，女孩余正平。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剪接提名：尋秦記黃海、陸志浩，風林火山張叔平，暴風追影張一博，張元龍原案張叔平、張一博，再見 UFO 許宏宇、周元、杜杜。恭喜以上各位。最佳服裝造型設計：風林火山蘇柏傑、黃執，尋秦記張兆康，張元龍原案吳理路，他年他日文念中蘇俊恩，蜀夢黃寶儀。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動作設計提名：尋秦記洪金寶，觸電羅浩銘，金童黃偉亮，風林火山鄧瑞華，洪欣欣，暴風追影蘇荷。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提名：再見 UFO 崔展雄，世外周李婷、CM Groovy、馮詠琪，風林火山坂本龍一、Nate Connolly， 尋秦記陳光榮、陳永健、黎明朗，他年他日朱宏編。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提名：他年他日、瞬間的瞬間，作曲朱雲編，林俊傑，填詞林怡鳳，主唱林俊傑。再見 UFO 歌曲華富一號，作曲崔展雄，填詞梁柏堅，主唱黃淑曼。蜀夢歌曲永遠的失眠，作曲呂頌德，填詞朱琳，主唱張家輝。女孩不平凡歌曲普通人，作曲填詞主唱陳雷。世外 Until We Meet Again， 作曲填詞馮詠琪，主唱。最佳音響效果提名：尋秦記石俊健，暴風追影黃燕偉、劉貝兒，世外姚俊軒、張文海，風林火山陸柏屈列喬王 Pulpet Hakakit Kusu，
Tahan awak Titi Wujana。蛟龍行動 James Aston。恭喜以上各位。最佳視覺效果提名：觸電梁仲文、屬夢楊敏傑、楊文傑、再見 UFO 陳迪海、風林火山意樂、余日東、周劍雄、黎子飛、尋秦記、郭偉霆、林俊宇、余國亮、郭泰。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提名：龔少平，他年他日；吳啟中，世外；郭嘉希、李振傑，UFO 離奇命案；麥浚龍，風林火山；舒淇，女孩。恭喜以上各位！前所未有咁緊張啊！係當然十分之榮幸，所以好感謝有今次呢個機會，所以就一陣會好好咁表演。係㗎，我都想問埋 Eden 咧，就係以往咧，你其實參與過金像獎啦，你都曾經或者年紀輕輕嘅時候都有喺電視睇過啦。有冇其實邊個獎項對你嚟講咧，你會特別留意嘅？特別留意啊！其實每一個獎項都別具意義啦。咁如果講今年我最留意咧，應該就係留意呢個最佳男配角。係點解？因為我嘅好兄弟阿 Stanley 咧係有份嘅，即係有機會喺入面。咁所以希望一陣會有呢個好消息啦。係希望可以。好，我哋首先咧望望正前方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先。OK， 好，跟住我哋望。We hope you enjoyed this video.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 what you think about this. Check out these other recent clips from Worldwide Campus News and Entertainment. Then be sure to subscribe and ring the bell to get notified for our latest videos.